老有自在。
我冤。哎呀，是个呀，先生，我老实同你说了吧，刚才说一个农民是我个干女婿，冤枉死了。已经3年了，岂有冤枉？以我不去申冤告状。你。我的高堂高一旁，提起高堂我火气呀上，我母女几次去喊冤，男的脏堂全是他，我是鸳鸯夫呀全高比，都是一等板子关成呀，我去这样唱。哎呦，先生，我叫哪个啥地方去过年？妈，我有因来听人讲，欲为心中心光测金榜，明子举哭到黑夜，你们外人陪见去高堂。那个猫儿不退婚，那个托付不团长，只恐怕哀怨的板子更厉害。他为官清正一朝堂，天面无私不寻情，你们去高堂，一定能够伸冤。先生，听侬讲起来，那请问他人一定是个清官人。是啊，刚才我是要去试试看嘞，赶快去试试看。毕竟这是太下上县长，我为先呀，先生还没下上为先。哎呦，给我去先生听到先生讲好的，好，今天把纸笔每个去拿出来啊！这里有啊。先生预告，定金放起先生我们。哎，先生，我们把面试这一份的愿望，你怎么拿起笔来就写呢？这愿望放在书面，不是已经算出来了？三层好似传奇，四里行情血泪，四喜从此是身份，银色里听酒成自不发令。唱一写好，妈妈清空。好，哎呦，老太无法生死歌，毕竟侬看东西把他气气快快，晓得对不对啊？先生，那请问大人一定是个清官？亲自随命自己，当然是天命无私啊！放心便是。好，哎呦，要是个他嫂子高正，我女婿身为我，哎呀，我老太婆呀，这个好好的家家，哎呦，好好的家家弄嘞，妈妈，来这些上场子写得很好。好个，今天晚上我们家没节，那再留上几副牙齿去宋家先生吧。哎呀，到底是个乖女儿，晓得最大啊！哎呀，
俺家道平安，没人间享受。那这里遇上孩子，说不欣赏，要不要洗？妈妈不用客气，哦，拿去，不用，不用，拿去，那。不行。啥子好啥子？李金啊，去。哎，先生，啥子给了这？妈妈，儿子，我手下一走，往远一走，便来在这里。做啥？是儿子曾对父亲